劇集《正義女神》正式官宣定檔，3月16日起優酷獨家上架。呢套劇由佘詩曼、譚耀文主演，編劇導演都係港劇科班出身，屬於典型港劇作品。題材聚焦未成年人犯罪問題，一方面有港劇司法題材嘅快節奏，另一方面又有現實主義意義，好大機會成為佘詩曼另一套爆款劇。一齊睇下劇情感慨。6歲小學男童喺天台公園玩期間，懷疑被人鬆後推落樓身亡，被控謀殺嘅竟然係得14歲嘅高成斌。成斌供稱見到男童快閃落樓，想救人先伸手拉佢，陪審團亦認同呢件係不幸意外，判成斌無罪。檢官翻查成斌過往記錄，發現佢之前已經幾次因為較輕微罪行被帶上少年法庭，但因為當時未夠13歲，次次都獲得機會撤控，冇留案底。檢官睇住記錄不禁反思，身為高等法院法官嘅佢做咗個出人意表嘅決定，主動申請降職做少年法庭法官。檢官放棄前途，深信由源頭拯救呢啲行為出軌嘅年輕人，幫佢哋建立正確價值觀，先可以阻止下一個惡魔少年出現。鬆定檔預告嚟睇，劇集以女主角工作經歷展開，入面觀眾會見到好多悖論內容。簡單講就係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劇集鬆至少2個角度講故事，等觀眾睇晒所有道理，形成悖論思考。呢個係電視劇敘事好重要嘅手法。好多內地司法劇唔太照揾悖論關係，中意單線敘事，壞人就天然反派，審判就天然正義。其實真正有價值嘅司法劇係要多角度講一時案件，等觀眾聽多種聲音，自己判斷價值觀。講到庭審題材，香港劇一向有優勢，因為港劇中意將觀眾放喺陪審席，香港庭審有陪審團，要聽晒雙方講法，唔係淨聽一方。呢種多聲道敘事好容易出悖論，引發辯證思考。女主角佘詩曼而家絕對係港劇流量擔當，新聞女王系列喺優酷成績好好，今次正義女神基本上係新聞女王班底重聚，好大機會複製當年收視同口碑。佘詩曼觀眾基礎穩定，呢類題想唔爆都難。編劇方面，第一著名編劇係潘萬公，代表作有《導火新聞線》8.6分同《星空下的仁醫》8.8分，喺港劇入面捉高分作品。今次正義女神明顯衝住高口碑去，好大機會成為觀眾自來水推介劇。導演係鍾樹佳，亦係新聞女王監製同總監製。香港呢類導演唔止拍夫，仲好似車間主任咁，由劇本到成品一條龍跟足。今次正義女神質素好大機會同新聞女王持平。總括嚟講，正義女神絕對值得期待。熟悉嘅港劇終於翻嚟，佘詩曼而家絕對係 TVB 最擋弓演員，甚至頂流。憑住新聞女王演技封神之後，今次帶住王炸新劇《正義女神》殺到。劇集已經定檔，3月16日。睇完預告真係港劇 DNA 即刻醒晒。由新聞界殺入法庭，由手握輿論話語權嘅 man 姐變成手持法錘守護公義嘅高等法院法官嚴慧芝。佘詩曼依然氣場強大，敢同不公正面硬撼，用專業同膽量拆穿真相，懲惡揚善。作為骨灰級港劇迷，對刑偵、懸疑、律政類港劇真係毫無抵抗力，係刻入骨髓嘅情懷同偏愛。由歐陽震華法證先鋒系列用科學還原細節，到1號皇庭講法理人情拉扯，再到林保怡讀心神探、鑑證實錄，呢啲經典早已係港劇金漆招牌。節奏快，唔拖夫，敢拍敢演，冇水分感情線，唔漂浮人設，單單案件貼地，推理有邏輯，有燒腦爽感，亦有人性深度。反而而家內地好多同類劇，要不就縮手縮腳唔敢碰敏感議題，尺度淺嘗輒止，將硬核懸疑拍成家庭倫理；要不就硬升華主題，說教味重，對白空洞，劇情老土，完全失咗懸疑劇核心魅力。正義女神雖然喺內地播出，但感覺尺度唔會太細，尤其香港法律背景下，核心同內地一樣，懲惡揚善，唔放過任何壞人。佘詩曼飾演嘅嚴慧芝，本來前途冇可限量。審理14歲少年高成斌涉嫌殺人案時，
發現呢個少年屢次犯案，卻因為未夠法定年齡次次豁免，惡行不斷升級又冇有效矯正。面對法律漏洞同少年犯罪殘酷現實，嚴慧芝冇選擇明哲保身，反而主動降職去少年法庭，一單單棘手案件入面追查真相背後嘅家庭缺失、教育不足、法律盲點，直面未成年犯罪呢個最敏感、最扎心嘅社會議題。預告入面佢著住法官袍，手持法錘，眼神堅定，說話鏗鏘，有法官威嚴，亦有直面黑暗嘅勇氣。表情唔多，但每個眼神都有呼。更驚喜係劇集細節夠貼時代，打破刻板印象。以往港劇法庭法官一定戴假髮，正義女神就有新變化，有致敬經典嘅假髮鏡頭，更多係唔戴假髮嘅庭審場面，貼合現代司法面貌，保留港味之餘又唔墨守成規，細節見誠意。我都幾期待呢套劇，好想知講未成年犯罪，港劇同內地劇到底有咩分別？邊個更貼地，更有共鳴？佘詩曼早前憑 TVB 新聞女王2第4度奪 TVB 視后，而 TVB 連虧7年後，亦靠新聞女王2成功翻身，賺5000萬。最近佘詩曼再聯手 TVB 強勢回歸，正義女神3月16日內地率先首播。今次佘詩曼由新聞主播變身少年法庭法官，挑戰事業高峰，主動降職，直面未成年犯罪涉及嘅法律同人性角力。劇中一大亮點係佘詩曼同譚耀文相隔20年再度合作，今次佢哋飾演因理念分歧離婚嘅夫妻兼職場對手，情感張力十足。外界擔心佘詩曼新角色會有 man 姐影子，譚耀文仲力撐，我保證唔會。更令人動容嘅係正義女神係資深演員許紹雄留俾觀眾最後一套作品，佢飾演洪思義一角，同佘詩曼同後輩鬥夫。呢位陪伴香港觀眾多年嘅老夫骨，演藝生涯最後專業身影留喺呢套劇，為劇集添上一份沉重紀念意義。鍾樹佳是連接兩部劇的關鍵幕後人物，在新聞女王中，他擔任製片方和總監製，是劇集創作的核心舵手之一。到了正義女神，他直接出任導演。有劇評指出，這種從宏觀把控到一線執導的延續，意味着正義女神的成品質量大概率是和新聞女王齊平的。主演佘詩曼從輿論戰場到司法前線，佘詩曼是兩部劇的靈魂人物。在新聞女王裏，她飾演的蚊衛森 man 姐以冷靜果決的職場形象深入人心，讓觀眾感慨。職場上要是有個像 man 姐這樣的人，基本就不用怕對手挖坑了。而在正義女神中，她完成了角色轉型，首次主演律政劇，飾演高等法院法官嚴慧芝。為了追尋正義，她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選擇，主動申請降職，去少年法庭擔任裁判官。從操控輿論的新聞女王，到拯救迷途少年的裁判官，佘詩曼的表演軸心從破局轉向了救贖，但兩個角色內核相通，都承載了對專業領域與社會議題的深刻探討。這種女王班底的再集結，不僅為正義女神帶來了口碑基礎，也讓觀眾期待他們在全新的法律故事中，再次展現港劇職業劇的銳度與溫度。